威尼斯嘉年華同意大利靈魂食物。上回提要，一家五口去瑞士睇牛牛，爸爸去學點樣去做瑞士芝士絲。一家五口去意大利，意大利有好多漂亮嘅地方。意大利出名嘅名勝古蹟有比薩斜塔、鬥獸場、米蘭教堂，但呢啲地方都唔係羅馬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但係羅馬唔係一日建成。威尼斯係建喺水上嘅浮城，一家五口喺呢個浮城游水，晚晚內文會鍾意游水。一家五口嚟到威尼斯嘉年華，喺呢個美麗嘅城市裏，五彩繽紛嘅服裝角色扮演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大家向 Céline Dion 飛翔獅子致敬，喺面具背後隱藏着跨越階級嘅傲慢與偏見。當然嚟到意大利唔品嚐美食就唔完整啦。意大利有啲食物係為咗出雙入對嘅孤獨靈魂創造，譬如意大利粉同意大利麵條。另一方面，披薩先至係任何美食聚會嘅靈魂。離開意大利之前，萬萬內文會必須先滿足佢對 Gelato 意大利雪糕嘅慾望，滿足佢根深蒂固嘅嗜好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